今日推薦套迎海北 K 嘅呢個兩房朝東南位嘅呢個兩房保養得非常好啊，朝東南位莫言景嘅，呢個係高層莫言景，就視野好開闊噶啦。然之後咧可採光嘅東南位，冬暖夏涼啊！呢間房咧你知好少字嘅啊，次臥都係同主人房一樣大嘅啊，咩都有啦，一包入住啦啊！主人房啊，依家係陰天都一樣咁光猛嘅啊！廁所乾濕分離嘅啊，廚房入邊嗰啲嘢咩都有噶啦，拎包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呢套房咧係整個3期迎海北 K 最平嗰套東南位朝向嘅啊，73平方只需要25.5萬，有興趣嘅話聯繫我睇樓，唔該。